大家樂、大快活等連鎖快餐品牌推出新招，應對兩餸飯競爭，可能會有以下幾種後果。積極方面，穩住市場份額，通過推出低價套餐、優惠活動等，如大家樂推出與兩餸飯價格相近的雙拼飯套餐，大快活推出加量不加價的菜品，能吸引價格敏感型顧客，防止顧客進一步流失，保持一定的市場佔有率，提升品牌活力，創新菜品和服務，像大家樂引入新的異國風味菜品，大快活推出智能點餐和快速取餐服務，可提升品牌形象，增強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活力和競爭力，吸引追求新鮮和便利的年輕顧客群體，拓展消費場景。若推出適合外賣、自提的便捷包裝和套餐，可滿足消費者在不同場景下的需求，如上班族帶到辦公室、學生帶回學校等，增加消費頻次和銷售額。消極方面，利潤空間壓縮，為與兩餸飯競爭，採取降價或增加優惠力度等措施，可能會導致單份菜品的利潤降低。若不能通過銷量的大幅提升來彌補，會影響整體利潤。品牌定位模糊，過度迎合兩餸飯的低價策略，可能會使原本的中高端品牌定位受到影響，讓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變得模糊，難以在消費者心中形成明確的差異化優勢，難以改變消費習慣。兩餸飯以其極致性價比、現炒現買的新鮮度和豐富多樣的選擇，已在消費者心中佔據一定地位。部分消費者可能已養成購買兩餸飯的習慣，即使大家樂、大快活推出新招，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消費者的選擇。兩餸飯價格優勢的形成源於多方面因素：一、運營成本低，店鋪規模小，多數兩餸飯店鋪面積不足20平米，與傳統餐廳相比，大大降低了租金成本。例如在香港租金高昂的地段，較小的店面能節省大量開支，人力需求少，經營模式簡單，以外賣服務為主，無需過多服務人員，通常幾名廚師和幫工就能維持運營，減少了人力成本支出。設備精簡，不需要複雜高端的餐飲設備，基礎的烹飪和保溫設備即可滿足需求，降低了設備採購與維護成本。二、採購優勢，集中採購，部分兩餸飯商家通過聯合或自身大規模採購食材，利用規模效應獲得更低的採購價格。如一些連鎖式的兩餸飯品牌，統一採購能壓低食材進價，選擇本地食材，優先選用本地當季盛產的食材，供應穩定且價格相對低廉。這些食材無需長途運輸與複雜保鮮，進一步降低成本。三、菜品特點，食材常見，菜品多使用常見且價格親民的食材，如豬肉、雞肉、各類蔬菜等，避免昂貴食材，從源頭上控制成本。烹飪簡單，菜品烹飪方式以家常做法為主，如煎、炒、蒸，無需複雜烹飪技巧與長時間加工，減少能源消耗與人力成本。四、經營策略，薄利多銷，商家通過低價策略吸引大量顧客，以高銷量獲取利潤。比如部分店鋪每日能售出近1000份兩餸飯，即使每份利潤微薄，總體收益也可觀。減少附加值，不提供豪華裝修、高檔餐具與精緻服務等額外附加值，將資源集中於菜品本身，降低價格。